兄来啊，弟兄要现在帮忙唱哦。现在弟兄要帮忙唱大声一点哈，好，他们不方便看歌词哈。好，来，前奏。奉主属神说话。感谢神，刚才听陈老师说，我们96团契有700多名的弟兄姊妹，这是目前整个社会的一个趋势，就是老龄化的社会。当然教会也是这个样子。会从信仰的层面来看。这是一种恩典，因为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比我们多了很多的时间，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更加的认识神、亲近神、服侍神、敬拜神。那也让我们的家庭，在天主之的这个事情上面。更能够体会，原来神留下我们，是要让我们更能够体会神的爱。那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同在一起成为96者的团契，那我们希望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能够互相的关怀。那小弟在这边念了一段经文，我们大家做一个思考。雅各书第2章14节以下，雅各书第2章14节，14节到20节这一段，我们一边听一边看。这一段最重要要谈关怀，因为我们若是看到弟兄姐妹赤身肉体，缺了利用的饮食，
我们不能只单单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关怀是要实际要具体的，不是只有在口头上。那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团契，那我们就要互相的关怀，这是我们要很具体的一个呈现。那也就是我们今天成立的969团契的目的之一。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情形不一样。比如说身体状况，有些人虽然80、90岁，身体很健康，有些人虽然才50、60岁，身体就不行了。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情形不同，所以我们也要在这方面互相的关怀。那也在这个现象当中，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健康对老年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提醒，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是重点。因为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不管是对这个社会、对教会、对家庭，都有相当的付出。那我们现在很多的责任都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我们能够用神留给我们的这些时间，再次的用不同的形式来体会。那最重要的那个身体健康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互相的提醒。再来，每一个人的生活形态不大一样，生活形态，因为每一个人的习惯、生活习惯不同。有些人喜欢到户外走一走，有些人喜欢静下来，读个日语，唱个诗歌，也就是有些人比较喜欢户外活动，有些人比较喜欢就在室内。每个人的生活形态不同，那没有关系，重点是要活化我们的头脑，活化我们的头脑。因为责任已经减轻太多了，我们今天这种年纪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责任了，我们都已经完成我们应有的责任，所以慢慢的我们就没有什么样的激发因为没有什么很重要的责任，所以在头脑上面就没有很多的激发，所以我们应该要激发我们的脑，要活用我们的头脑，所以不能因为退休了啦，责任已经减轻了啦，然后就忽略了活用我们的头脑，我们应该更加的活用，因为神留下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一定在各方面彰显嘛，一定要在各方面彰显。那我们每一个人有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而且把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用在教会，用在家里，甚至还可以用在这个社会上，比较没有责任感，但是很轻松的，就是我们还有事情要做，还要付出。还要互相关怀，所以不只是我们星期二的那个团契，或是说我们像这种大型的灵修会，我们有参加。其实我们平常个人，或是说我们三五成群，那是个小团契互相有联系，互相有关怀。所以互相有互动，那就是一种活化头脑。所以平常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往，能够活化头脑。我们自己一个人，或是夫妻2个人，
或是2对夫妻，可以共同，比如说读书会啦，比如说学个手艺啦，这个都是活化，不能停止我们的生活形态，不能停止。我们可以慢活，可以慢慢来，但是不能停止。这就是活化头脑，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多彩多姿。所以第一个是身体要保养顾惜，第二个是要活化我们的头脑，第三个其实我们还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在每一个层面上，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要看我们的强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强项就是优势。那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强项，所以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强项，服侍教会，让神的荣耀更加的彰显，高举主耶稣的名，这是我利用一点点的观念跟大家分享。阿门。是蛮显示，我非常谢谢传道的努力哈。
陶笛演奏，还有。
接下来是口琴。
礼诗班。接下来是那个前镇诗班教诗班的老师这样讲的哦。他说，我问他们说，这个诗班这个诗歌有多长的时间？他说，唱到大家鼓掌，他们才会这叫主曲哦，主曲哦，哎，赞美神哦，要唱到大家鼓掌，他们才会停哦。大家记得哈，哎，大家没有鼓掌，他们就没有停哦，哎。因为他们背了50、60首的赞美诗哦，哎，所以不要随便鼓掌哦。等一下，不要随便鼓掌哦，鼓掌就停了哦。他如果想要继续听，就继续唱，就对了。其实我们是唱阿梅诗歌跟日语赞美诗的，但是时间不要太久。阿
一唱的举手，有没有人知道？啊，八首。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奉觉圣灵来讲几句感谢的话。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969团契，跟我们所有长辈在这个地方来感恩聚会敬拜神。很多长辈跟小弟都有认识，因为民国86年到高雄教会还有三多教会来注目，969团契就是小弟辅导团契，每2个礼拜都跟我们长辈在这里唱诗，在这里分享。那一段日子可以说是我在传道的生涯当中非常快乐的一段日子，因为跟长辈在一起唱诗，然后讲故事，然后用圣经彼此分享，那些长辈对小弟都非常疼爱，好像看我像他的小孩一样，那我也看他们像我的父母亲一样，大家都非常的喜乐。那现在已经经过了18年、19年了第19年。当然当中也有回来过一次，这一次又有机会回到我们969团契，跟大家一起在信仰上彼此勉励，这是主耶稣特别的安排。那也感谢主，我想了好几天，到底要跟我们诸位长辈用什么道理彼此勉励？其实大家在信仰上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有些60年，有些70年，少的也有10年、8年所以道理对大家来讲不是很陌生但是既然是安排这个讲道，所以我们还是以圣经为主提出几点跟大家一起分享勉励。求主耶稣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信仰上都能够得到长进，在属灵的生命上都能够比以前更加的活泼，更加的兴盛。那我想了之后我读圣经就读到大卫所做的诗歌，那我就用这一段诗歌做我们在这一次的灵修上彼此的勉励。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诗篇的65篇。诗篇的65篇，请看11节。诗篇65篇的11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脂油。这个是大卫所做的诗歌，也是大卫在晚年的时候，他对他的人生，对他那一辈子里面，从神那边所得到的恩典的一个回顾。他说，他在这一生当中是很荣耀的。
他在一生当中是很平安的，他在一生当中是很喜乐的。为什么平安、恩典、喜乐？因为他说，神用恩典作为他年岁的冠冕。一个人有没有荣耀，有没有喜乐，并不一定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世界的什么东西，比如说得到了钱财，得到了名声，得到了地位，因为这些东西都会随着你的年龄，都会随着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结束，就变成虚空了。所以这些东西是世人所追求的，钱财、名声、地位、权势。但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除了在短暂的几十年当中，他所要得到的这些东西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所信奉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就是永生。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上，除了从神那边得到肉体的平安喜乐以外，我们更应当要去思考一个更严肃、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得到主耶稣要为我们预备的永生这一件事情。所以大卫他很清楚，你看大卫一生当中，他虽然当王，他有权势、有地位、有钱财，他想得到这个就能够得到，他不要的别人不能够强加在他身上，因为他是王。但是你认为他王当得很轻松吗？我想没有，因为他逃亡了7年半，很长的一段时间，差一点点就被扫罗王给杀了。如果不是主耶稣，如果不是神的保守的话，他早就死在扫罗王的手上。你看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押沙龙叛位，他还是逃。如果不逃的话，可能他也死在押沙龙的手下。所以你看他虽然当王，但是一生当中他也经历了很多危险的时候，几乎生命都要赔上去了。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大卫他也并不是一个很平顺、很喜乐的一个人啊。但是为什么他在这边讲说，神用恩典作为他年岁的冠冕呢？因为他很清楚，他知道人生在世仅仅不过几十年，这几十年你当王或是当乞丐，并不是很重要，只要你人生过得愉快就好了。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人生的过程当中，如果经历过了，今天神能够用他的恩典，能够用他的永生来作为我们的赏识，那这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了。大卫用这个角度来看他的一生，所以他才讲神用恩典作为他年岁的冠冕，因为他很大很大的盼望。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大卫的一生当中有危险，有危机，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却能够转危为安，却能够在不平安当中，神赏赐给他平安。所以他在作诗上他就讲，他说神他用恩典作为他年岁的冠冕。今天我们都是长辈有60几岁的，有70几岁的，有80几岁的，还有90几岁的。我们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老年人，所以我们能够到教会里面来一起唱诗，一起祷告，在这里一起敬拜神，这是神给我们非常大的恩典。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够去体会大卫在这一段诗歌里面所说的，他用恩典来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那为什么大卫他会这样讲？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透过这一个65篇来思想，
我们怎么样来做，才能够让神的恩典一直持续不断的在我们身上？这个是我们信仰上更需要去追求的。虽然我们已经走了几十年的人生，在信仰的路子上也走了几十年，但是既然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神还存留我们，那就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来追求。所以大卫在这一段诗歌里面，其实他给了我们几个很重要的方向，我们怎么做才能够让神的恩典一直不断的在我们身上然后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想用这一段圣经跟大家分享几点第一个，我们请看第1节，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大卫在这边讲，一个人要从神那边领受恩典。大卫说，我们要向神还愿，还向神所许的愿。大卫就是这样子，他在人生的经历里面，他向神许的愿。他为什么神会用恩典作为他年岁的冠冕？因为他向神还愿。一个向神还愿的人，我们在信仰的经历上才能够恩上加恩，荣上加荣。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是2001年，就是民国90年。那时候中国大陆的生活还很贫困。我问他们在工作的人，上海问他们说，你们一个月薪水多少？男的700，女的500，一个人700块，一个月还没有假可以休，休假还要扣钱。女的呢500块一样的，所以他们很辛苦非常辛苦。那02年的时候，我又到中国大陆去。那因为我01年知道他们生活很困苦，02年去的时候呢，就觉得他们真的在生活上很艰困，但是我却看到他们信仰的生活上很快乐，在信仰生活上很满足，在信仰生活上能够荣耀主的圣名。有一天我在跟他们上课的时候，休息时间，我就问一个姐妹，因为他们来上课的大部分2/3都是姐妹，1/3是弟兄。那这个姐妹她是在教会里面当专职。我问她说，这位姐妹，你在教会里面当专职，那教会一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那这个姐妹就看着我，不讲话。我一直在等她回话，她都不回。我想说，是不是我的国语不标准，台湾国语她听不懂？我再问一次，我说：“这位姐妹，你在教会里面当专职，那教会一个月给你多少薪水？”我想说他们生活费可能听不懂，我问她说多少薪水？这个姐妹呢，眼睛更大，看着我，我说奇怪难道她要听英文吗？还是听台语？然后我第3次又问，我又慢慢的问，我心里在想说，我已经上课了2-3天，如果我讲的话她听不懂的话，那今天她来干什么呢？她肯定听得懂但是为什么不回话呢？我第3次又问她一样的，我问她说：“你可不可以回答我？”她就跟我讲，她说：“传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当专职，我没有拿教会的生活费，也没有拿教会的薪水。我吓一跳，我心里这样想，我说还好，他没有问我说传道，那你在教会里面当传道当专职，一个月教会给你多少薪水？如果跟他讲我多少薪水，他们一定是跳起来，怎么差那么多？但是他没有问，没有问我就不需要答。如果他问的话，我不能够说谎话。如果说真实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说怎么天地差那么多。那我就问他，
我说啊，那你们都没有拿生活费，你们怎么生活？他说可以啊，我家有老公啊，我们家有田地呀、哦，我家有17亩田地，我老公在家里面种田嘛，那种田就可以生活了啊。哦，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所以姐妹比较多，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先生要在家里面种田，然后来支撑他们的家庭生活。我听了之后我就很感动了。我说一样当专职，我领着薪，他没有。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没有领薪？是不是教会不给你，或是怎么样？他说没有。然后他看看四周，他就看到一个弟兄，就把那个弟兄叫过来啊，某某弟兄你过来。那弟兄就来了，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把这个衣服拉起来。我这个弟兄就把这个衣服拉起来，我还没有跟他制止了，因为拉起来不好看，还没有跟他就拉起来，一拉，哎呀，这个肚子右边这里哦有一个洞进去了。我说哎呀，你这个洞怎么来的？他就讲，我在田里面犁田，中午的时候在喂牛，那这只牛呢不知道怎么搞的发疯了，哇，这个头就乱转，它要冲出去嘛，一转呢这个牛角就往它的肚子里面一钻，哦。又把它甩上去，哇！结果那个肚子里面的那个东西肚子里面东西什么肠全部都流出来了，哇！那个太太吓一跳，哎呀，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肠子都流出来，怎么会活呢？那怎么办？在乡下哪里有医院呢？那太太想一想，没办法，用手把它塞进去了。好，那怎么办？出来就是要把它塞进去嘛，然后就压在那边祷告，耶稣啊，我只有这个老公，我老公死了，我怎么办？耶稣啊，你要保守吗？就因为这样子，你没有死掉，你没有破伤风，你没有死掉，就这样活过来了。但是有一个记号，一个深深的一个记号，你可以用2个手指头进去摸了。他就跟我讲，我这个生命是主耶稣救我的，难道我不应该献上自己给主耶稣用吗？还主耶稣的愿。然后他又叫另外一个姐妹过来，那么这个姐妹来了之后呢，这个叫她过来这个姐妹就问说你看这个姐妹有什么不一样？我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看不出她有什么不一样，就总觉得她怪怪的，但是不知道怪在哪里。然后这个叫她过来这个姐妹就跟那一个姐妹说，来，你把那个裤管拉起来。她就把裤管拉起来，我一看吓一跳。为什么？因为她的脚和腿跟我们男孩子的手臂一样粗而已，很小，瘦细细的。我说：“哎呦，你的脚怎么那么小？难怪他走路好像2根那个竹子啊，这样走路。”我说：“怪的，不知道怪在哪，我现在知道怪在哪里。因为他的脚是很瘦的、很细的，差不多我们男孩子的那个手臂一样粗。”后来我问他说：“哎，你的脚怎么那么小？”他就讲：“我几年前是用手走路的，因为他是那个小儿麻痹。那因为教会刚好有布道会，他就从外面进来，用手走进来，用手走进来，爬进来。但是那一场布道会结束之后，他却能够用脚从会堂走到外面。所以他说他能走，不是哪一个医生给他的，也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父母亲生给他的，是主耶稣叫他能走。所以他从会走那一天开始，他就立志了。我既然能走，我就要为耶稣来走。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当专职。他们的专职不是传道他们专职是在教会里面做服事，比如说打扫啦、一些工作啦，还有有时候讲道啦、带领唱诗啦、带领读经啦，跟传道的工作不太一样。他就到教会里面来当专职，烧水啦、打扫啦，有时候教诗啦，有时候讲道都有，那他就来了。有没有生活费？也没有。他又叫另外一个姐妹过来，那姐妹过来，我就想说这个姐妹过来一定有问题，所以我就从她一直走过来，我就看她到底问题在哪里，但是还是看不出她有什么问题。
那叫他过来的姐妹问我说：“传道，你看看这个人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说没有，因为我从他走来的时候就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来。他说现在当然没有啊，但是3年多前他有啊。他什么问题？他是被魔鬼工作很厉害的一个小姐。那一年去参加的时候才25岁，她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姐。她是被魔鬼工作很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他会拿柴刀砍他的父母亲，所以他没办法，他母亲只好把他关在柴房里面，不让他出来，关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是我们的传福音的工人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然后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就去跟他的父母亲讲，你要来信耶稣，主耶稣会拯救你的孩子。他的父母亲就跟他讲，主耶稣如果能够拯救我的孩子，我就来信耶稣的。他是不信，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但是很感谢主，主耶稣给这一个传福音的人有权柄，就奉主耶稣的名叫他出来，奉主耶稣的名叫很多姐妹帮他洗澡，然后呢就变成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小姐。他的父母亲看到吓一跳，我的女儿怎么变成这样子？所以他们全家来信主。那这个姐妹就留在教会里面做服事，这叫做还愿，还神。向神所许的愿。大卫也是一样，你看大卫他在逃亡的时候，他向神许愿，他回到王宫里面来，他向神还愿，他到最后要为神来建殿，只是神不允许。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还愿好像是付出，但其实呢，还愿却是要从神那边领受更多的恩典。我们不要在信仰上觉得我们付出什么，其实像大卫所说的，我今天能够奉献，是因为从神那边得到的，我将从神那边所得到的再还给神而已。那这叫恩上加。所以大卫他才会感受到神用恩典作为他年岁的冠冕，因为他是一个懂得还愿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上，如果能够跟大卫一样来向神还愿的话，我们所领受的就好像大卫所领受的一样，神会用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经过10几年之后，我又到中国大陆去，当然每年都会去的10几年后的中国大陆，他们也进步了，生活也进步了，他们薪水大概跳了10倍。我现在是以传道的薪水来讲他们传道以前10几年前是300，现在是3000，因为没有3000，他们没有办法生活，没有办法生活。那生活改善了，教会当然就随着改善。所以过去的会堂是很老旧的，有些会堂你在外面看，好像台湾以前的猪舍，我看过低调那应该老人我看过低调猪舍。猪舍就是有矮墙嘛，然后上面杵着那个竹竿嘛，然后上面铺着那个稻草或是那个草。我们的会堂很多都是那一种，但是10年后呢，全部都改善都是现代化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走一走那个地方的会堂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懂得向神还愿所以神赐福给他们。他们生活改善了，他们也改善了教会的环境，让更多人能够在舒适的会堂里面来敬拜神。这是我们去了之后看了，能够让我们感谢神的地方。这叫做神用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只要我们能够向神还愿，那神就必再加添我们更多的恩典，让我们像大卫一样，在一辈子当中，神的恩典就能够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第二个，我们来看第2节，听祷告的主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一个能够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人，一定要像大卫所说的，我们要来亲近神所以大卫他才说，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我们信仰的脚步
不是理念，也不是观念，也不是一种想法。信仰它是一个生活上实质要去追求。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透过这个信仰来亲近神，来亲近神。一个懂得亲近神的人，神就亲近他。那神如果亲近他，他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好。当然，我们向神祈求祷告，神一定垂听的。那我们就能够从神那边领受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恩典。所以亲近神很重要。在台湾，我们很自由。台湾我们有很好的会堂，很自由的聚会时间。但是以前在中国大陆没有那么容易了。我02年的时候去中国的北方上课，那个地方很落后。02年嘛，他们还刚刚起步，非常落后。那一次来上课的有42个，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差不多我们会堂的不到1/6啦。那么小的房间挤了42个人，没有椅子，不是没有桌子，只有一个板凳，小板凳。那坐在那边，每一个人发一块那个美尼亚邦美尼亚邦就是那个三合板，小小的放在你的大腿上，然后呢圣经放在上面，那就这样上课了。那只有我有桌子，讲课的人有桌子，然后40几个人当中，温度是38度、39度啊，夏天，只有一台电风扇，一台电风扇，然后这一台电风扇呢只有吹我，那我跟他讲说不要了，大家一起吹，他们说不行，如果你中暑了不能上课，那我们这一次就白来了，所以整台电风扇都吹我，我说不行，大家一起吹，他们一定坚持一定要吹我。因为他怕我中暑不能上课嘛，他们就流着汗在那边上课，哇，看了真的会让我心里非常难过。那我们夏天是吹着冷气来听课，来参加聚会，他们是躲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窗户还不能开，还要用那个黑色的那个，好像刚才看电影一样。那个黑布把那个窗户遮起来，然后里面点电灯。为什么？因为怕外面人看见里面有人在上课，那他去报公安，公安会来抓我们。我曾经被抓过一次了哎呀，感谢主，没什么事，会来抓人。那这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挤了42个人，那我就跟他们上课上到第3天，跟他们比较熟了，我就看到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28岁，很年轻啊。年龄很年轻但是外面看起来不年轻了28岁看起来好像50几岁，所以如果你到中国大陆去人家问你说，你看我几岁，你就把它减了20岁就对了，减了20岁了，即使猜错了，他也很高兴。但你如果跟他讲，看到他的状态，跟他讲几岁了，可能会差10岁以上，因为他们看起来就比较操劳因为他们做很重的出工那个姐妹是28岁，这个姐妹从第1天上课一直到第3天她从来没有抬起头来，通通没有。我就觉得奇怪了，我还没生这我拍看我打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吃都是一点点一点点饭。然后他们女孩子20几岁女孩子都吃2碗这么大的碗，2碗这么大，现在还是一样我不是夸张的，是真的，他们的碗是这么大，然后呢要2碗。那当然我2、3口就吃完了嘛，他们要吃2碗，吃再快也不会比我快所以我吃完之后我就去找那个姐妹，我就问她说，这个姐妹你怎么都上课都不抬起头来呢？我是跟他开玩笑，因为，要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嘛。结果这个姐妹本来吃饭吃得好好的，
就把饭放下来，然后就在那边哭了，就在那边哭，我吓一跳，哎呀，我这个玩笑开太大了，我就跟他道歉，我说，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了哈，我没有这个，我的心没有坏，我是想了解一下的。那旁边坐在他旁边的另外一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说传道这跟你没有关系啦。我说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人家吃饭吃得好好的，你给我给老，来到他旁边问他说你为什么上课都不抬起头来看看我？结果他就哭了。怎么会没有关系呢？我如果不去问这个问题，就没有这个事情嘛。然后传道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啊？为什么？我就讲，他说因为这个姐妹是从安徽省的九华山，我们是在江苏上课哦。他是从安徽省的九华山，九华山是佛教圣地，如果你有去的话，全部都是在拜佛的，人讲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啦，都是庙。但是我们在九华山下有6个教会，信徒大概6000多个人。信徒哦，我们信徒大概有6000多，因为我去过，6000多个信徒有6个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高会堂很辛苦，所以他们只能够挤在一个小小的挤在会堂，一个会堂里面挤1000多人，有6000多个信徒。那这6个教会呢，没有什么钱，因为在那个时候又在乡下，又在佛教的地方，哪里来的赚钱？没有啊，所以他们很穷。就6个教会呢，派这一个姐妹来参加讲习。那讲习完之后呢，她必须要把她所讲习的内容带回到6个教会，一个教会念给他们听，用念的，所以他必须要把你所讲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把它记录下来。他哪里有时间把头抬起来？他哪里有？他没有。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位姐妹，可不可以把你所写的记录给我看一下？他就拿了3本，一本都这么厚，3天而已，记了3本，拿来给我看。如果大家看到的话，你会非常感动。他每一句都写下去，因为他们写简体字很快，连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上课都写进去。他们要听道理，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听啊，因为他们没有传道人嘛，他们都是唱诗、读经、祷告，唱诗、读经、祷告。哪里有传道人讲道呢？没有。难得有一个传道人去讲道，他认真拼命的记，又不能够每个人都来上课，我们也没有办法每一个地方都去记下来，然后回去读给他们听。那我心里就纳闷了，我说这很简单嘛，你就把录音机拿来录，录完之后再回去放给他们听，不就结了吗？我们也是这样想，很单纯嘛。但是那个姐妹就讲，传道，我们那边没有电，我那无电啦，无电的插鼻康，没有电的插鼻孔啊，哪来的电？没有电了。那个时候10几年前还没有电，现在有了我去年有去过，再去一次，现在有电。所以他们必须要这样做，他们很想亲近神。但是他们很少机会听到道理。我们很多机会，大概每一次2次聚会至少有1次是传道，或是有人讲道嘛，他们没有。你说我们台湾真的太幸福了。所以有一次我要回家的时候，有一个长老，那边的长老就跟我讲说：“哎呀，我传道，你要为我们大陆教会的信徒祷告啊！”我跟他讲说：“长老，你讲错了。你们才是要真的为台湾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他说：“没有啊，你们台湾的弟兄姐妹幸福，但是幸福过头了，大家都不知惜福了。你们呢？你们没有幸福没有错，但是呢，你们非常的珍惜亲近神的机会，所以你们应该要为台湾的弟兄姐妹祷告，让台湾的弟兄姐妹能够惜福，能够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好的机会。”要好好的来亲近神，不像他们没有好的环境，没有好的机会，但是他们拼命的要亲近神，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要常常来亲近神。好，我们再来看第3节，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这边讲大卫他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罪，但是呢，靠神就能够胜过罪。在信仰在人生当中，我们不能够只靠自己，因为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所以才需要信仰，才需要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大卫他是王，但是他也有很多他没有办法解决的，没有办法克服的，但是他用什么来克服？用他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真神，所以他向神祷告，靠主夸胜了。我们今天要让神的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学会做一个倚靠神的人，那真的是非常重要。在2004年的时候，我又到另外一个中国到另外一个地方山西，但是不是在山西那边上，山西省的不是在山西省上课，是在那个浙江上课，浙江省上课。那山西那边有一些人就到浙江这边来上课。早晚岛都安排这些人员来带领，我只负责上课，一天大概上10堂课，10个小时了，每天上10个小时，早上4节，下午4节，晚上2节，有时候还会加上点心。点心不是吃包子的，点心就是说大家会问问题。然后早晚岛都是安排学员来主理。那有一天的晚岛，有一个山西的姐妹，这个山西的姐妹她也是28岁，那这个姐妹就起来主持晚岛。那主持晚岛的时候，她上来唱赞美诗，大家一起唱赞美诗，30-40个人嘛。那唱完之后，大家坐下来，准备要听这个姐妹的分享，然后要一起祷告。那这个姐妹当大家坐下来的时候，她就请大家翻开圣经，然后读完她所要讲的这一段圣经的内容之后，她就把圣经放下来，她要开始来分享。她讲了几次我，就讲不下去了，停了大概30秒，大家都没话，大家都静悄悄的。他要我什么呢？那我坐在后面，我心里在想，他会不会太紧张啊？紧张到讲不出话来。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位姐妹，如果你讲不出来没有关系，那么大家一起祷告就好了，不要有压力。那这个姐妹呢，她就把我摇手，挥挥手，意思不是叫我走开，是说不是。然后她又挤出最大的力量，又讲一个我，之后呢，她就大哭了。那我吓一跳，我说怎么会哭呢？怎么哭呢？然后我就走出来，我说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姐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姐妹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她一定遇到了相当大的问题，所以她想要跟大家讲，但是讲不出来。她讲不出来，她不是害怕，也不是紧张，她是内心有很沉重的压力。所以我们现在跪下来为她一起祷告，求主耶稣带领她。然后我们就祷告了，祷告大概半个小时，祷告结束，起来之后我就问这位姐妹，我说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可不可以告诉我？她说当然可以了。那祷告完之后，她就到前面来讲，她就把她的问题讲出来。她说我们在山西3年前是一个信徒
3年后是300多个信徒。3年前是在这一个信徒家里面做家庭聚会，1年后100多个就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做家庭聚会，太多人了，所以大家决议要去外面买土地盖会堂。但是在中国大陆很不简单，神的带领却能够通过，就买了一块土地，要准备盖会堂。但是盖会堂要钱啊，当时候25万人民币，以我们现在来，以当时候来算，大概100万台币啊。对我们来讲太简单了，100万太简单了，我们随便盖都要1亿啊，对不对？我们高雄教随便盖都要1亿啊，他们100万就可以，100万就能够一间300多人可以聚会的会堂啊。那时候他当财务，我问他说：“那你们教会现在有多少钱？”他说1万多块，25万，他们现在1万多块。那如果不盖的话呢？政府会把这块土地收回去的，政府会把这块土地再收回去。那如果要盖了又没有钱可以盖，所以他压力非常的大。她是3个孩子的妈妈，28岁，3个孩子的妈妈，压力很大。不盖呢，土地又被收回去；要盖呢，没有钱怎么办？才1万多块。哦，那我们讲说1万多块，才剩下20几万块吧。他们1个月才300多块，工资才300多块，他们还要吃，还要穿，还要用，他们哪有钱来贡献？那我们知道之后呢，大家都知道了，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求主带领。那后来我自己出国也是会带一些钱，我说我带没有多少钱，但是我这些钱就贡献给教会单位。那有很多弟兄姐妹看到了，就慷慨解囊，到底多少我不知道。那后来感谢主了，主耶稣的安排很奇妙。经过了1年，2005年的时候，我又去那个地方，他也来参加。那时候他就很高兴，很快乐。他说：“哎呀，传道，我们的会堂盖好了。”我说：“1年而已呢。”对呀，我们会堂盖，有没有缺钱？没有，我们还剩下5万多块，把5万多块寄到福建那个时候大耕堂啊，福州的大耕堂在盖，大耕堂就是福州市的一个很大的会堂。他们在盖会堂，我们就把5万多块通通寄给大耕堂，要盖会堂，给他们当盖会堂用。我们现在还剩下几千块，很感谢主。这个就是靠人的能力不行的，但是呢，靠主却能够完成。所以这个姐妹感受非常深。2004年是哭着，2005年是笑着。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不要只靠自己，靠自己的话，信仰就失败了。我们除了靠自己以外，我们还要懂得靠神，像大卫一样。他虽然当王，但是他有很多事情是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连王都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呢，他靠神，神就一件一件的帮他解决了，帮他解决。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那如果我们能够向神还愿，如果我们能够亲近神，如果我们能够靠神夸胜，那我想我们也能够体会像大卫一样，神会用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求主耶稣圣灵带领我们诸位长辈能够一天心思一天身体健壮。这几天天气比较冷，大家衣服多穿1件没有关系的多带1件没有关系，不要冷到了。冷到对老人家来讲也是一件重担。求主带领，祝阿们。我们谢谢王明芳传道意犹未尽讲得非常好意犹未尽。以后有机会呢，再请他来，再来讲。那我们接下来是圣餐礼，请黄志新传道来主持圣餐礼。再来办圣餐，一起报。
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圣餐唱诗296首讲调，296首讲调。约翰福音第6章53节看到56节。6章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54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55节，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56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为什么要领受圣餐？就是圣餐是什么？圣餐就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肉、主耶稣的血。这样讲，对一般的人来讲是很恐怖、很恶心的。为什么人的肉可以吃？为什么人的血可以喝？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也是一样。当初主耶稣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很多人就闪开了。本来主耶稣在出来传福音、医病赶鬼，帮助了很多人，讲了很多的天国属灵的道理。不管听懂不懂，很多人还是跟随主耶稣。但是这一次听了主耶稣讲的这一段话之后，几乎除了他的学生以外，跑光了，一个都不剩，跑光了，因为听不懂。所以圣餐是什么？圣餐就是这里主耶稣说的话，就是永生的哈，就是生命。所以53节才说，如果不领受圣餐，就没有生命在我们里面。圣餐是生命，所以56节也是这么说。吃我肉，也就是领受圣餐的人，神说我会藏在我里面，我也会藏在他里面。也就是当我们领受圣餐之后，领受神的生命之后，那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合一的，合一。那是很奇妙的一个现象，也是一般人不懂的。
兄谢淑仪执事、张宏然执事两来端圣餐，我们继续唱诗。奉主耶稣圣名祝谢，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领受你的身体、你的肉，相信造成主耶稣你的应许，能够让我们得到力量，充满信心。现在你的仆人将这一壶的葡萄汁摆在你的面前，按照你的应许，圣灵的运行，必定灵化成为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求主耶稣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充满主耶稣的恩典跟主耶稣的自由，让我们能够更体会主耶稣你是时时刻刻的跟我们同在，你也是爱我们，更爱我们所有的世人。所以求主耶稣让我们领受圣餐之后，能够得到属灵的力量，也得到属灵的权柄，让你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更加的卖力。虽然我们在年纪上不比年轻人的精神力量，但是我们在属灵上属灵的经验比年轻人更有体会，更有经验。我们相信主耶稣，你若愿意，让我们充满了属灵的力量跟权柄，必定让这个福音更加的广传，让教会加入更多的新生命。让你的名能够荣耀我们教会，也能够高举主耶稣的名。主，我们在领受圣餐的同时，也求主耶稣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家庭因着我们的同在，能够让我们的所属的家庭更能够有充满着属灵的气氛，也让我们的家庭有属灵的见证，再让亲戚朋友、邻居都能够因着我们的生活见证，能够来认识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带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进到你的教会，来到神的家，共同来跟我们一同来享受主耶稣你要给我们的恩典，尤其能够进入你的家。能够让我们有属灵的生命，充满了盼望，期待主耶稣你再来的那一天，你从天而降，我们从在地面上改变成灵体升天，然后在空中与主相遇，你要带我们进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国，这是我们在信仰上的盼望。求主耶稣能够让我们坚定信仰，加添心力。愿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在你的名下，愿平安喜乐临到我们大家及我们的家庭。哈利路亚，阿们。好。
我们请两位传道来分别。我们请98首，98首。哎。